今日帶大家嚟太子始作中心，依家晏晝12點，勞力士仲喺度，好耐嘅。呢間又係賣名錶，又係好耐嘅，仲喺度冇嘢。東方錶行啊，都仲喺度啊，犀利啊，屹立幾廿年，仲喺度。入咗嚟，變咗好多，向藝山嗰度。大家睇下個環境，而家中午12點，可能早啊，冇乜人。好多夾公仔機，即係而家都轉晒。呢啲唔使人手，自己攞個硬幣去玩咧，就好多人開呢啲鋪頭，賣電話、配件啊、精品，成條巷都係賣手機殼啊、鬚刨啊、啲家電，呢度都係夾公仔機。3樓就係賣家私啊，雅蘭搬咗嚟呢度，都好大間啊，都係好清靜，冇生意。呢個蝦多士啊，我入咗嚟呢間酒樓飲茶，睇落去好靚，唔知好唔好食啊？又多咗2樣嘢送嚟啊，望落去好靚。原來個蝦多士好好味，又多咗2樣嘢送嚟啊！飲完茶行出嚟，又有啲賣二手包包啊，名牌嘅二手，跟住都有啲精品啊，或者賣衫啊，賣蛋糕啊，好靚。呢個內衣行都唔多人行，好清靜。即係實體店就真係好難做生意，唔啱行運動鞋。賣海味鋪啊！江大海味好清靜，都冇咩人。咁我同大家講到呢度，下次見啦！記得免費訂閱我頻道，拜拜。今日帶大家嚟旺角中心，好耐冇行過啦。依家晏晝2點，睇下咩環境先。美甲，好多美甲鋪，好多美甲鋪，大部分都係美甲，哇，犀利，間間都差唔多美甲。上去睇下先，上咗嚟3樓，哇，有好多吉櫃、吉鋪，呢個係未開，又係美甲，好靜，又係美甲。我望過去，大部分都係美甲。因為美甲，因為就係啲公仔鋪，哇！望過去全部美甲，因為就係夾公仔機，大部分都係夾公仔機，夾公仔機，冇人咯，夾公仔機。依家係美甲，以前我都喺度做過，開個鋪頭賣衫嘅，賣啲精品，Lolita 公仔機，
精品美甲，好多都係美甲鋪啊，好清靜。又係大清早，極熱啊！幾清靜，大部分都係美甲㗎，呢個夾公仔，呢個就美甲，但都好靜啊！呢個行，呢個吉鋪，呢行人都唔多個，行過嚟呢一邊都係冇人嘅，好清靜啊！買啲精品咯。呢度以前係一個精品店嚟，依家改咗做彈珠機，成間改做彈珠機，真係好大間。呢啲鋪頭都話清貨減價，嗰啲鞋又係美甲，即係大部分都係美甲，都係走嘅公仔機。精品食嘢，但人流真係同以前爭得遠，完全冇人嘅呢條冷巷。晏晝2點零鐘，靜到咁嘅樣，點做生意？呢一邊冷巷都係好靜啊，好靜。真係嚇親人，靜到哇，一個人都冇，誇張到，同以前比爭好遠。依家賣翻啲平價嘢。今日同大家講到呢度，記得免費訂閱我頻道，分享俾朋友。下次見啦！